好唔好睇啊？4年一度嘅奧運會將於8月初咧就喺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呢個係體育界舉世矚目嘅盛事，喺奧運會嘅舞台上邊，好多運動員都希望盡力展現運動嘅技能，希望成為體育界嘅英雄。好似中國嘅桑蘭、英國嘅雷德蒙、美國嘅威爾馬咁。或許佢哋未必喺競技場上邊大獲全勝，但係佢哋嘅表現就展現咗奧林匹克堅毅、信心、感恩嘅良好品格精神，同樣獲得大家嘅尊重。如果話奧運會係學習品格嘅最佳舞台，咁學校就係訓練孩子品格嘅最好基地。剛才三校嘅畢業生喺致送母校紀念環節裏邊，都致送咗3支有品校園嘅旗幟，上面都寫住努力不懈、持之以恆、樂觀積極、堅毅不屈、不屈不撓同埋勇往直前嘅鼓勵語。我哋希望將呢一啲嘅積極樂觀嘅種子播種喺孩子心中。喺過去嘅日子，我哋三校都推行咗品格有品校園嘅計劃，進行生命教育，希望孩子長大咗之後能夠建立良好嘅品格基礎。從聖經箴言22章6字嘅教導中，學習遵守上帝教導世人，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道路，他也不偏離。為孩子選擇一條該走嘅路，成為一個有崇尚品格嘅社會棟樑。今日我哋都準備咗一個小小嘅運動會呈現喺大家嘅面前。三校嘅畢業生同樣會透過棒球、網球、籃球、體操同埋馬術幾個運動嘅項目為大家表演，送俾大家展現做運動學品格、友誼係1，比賽係2嘅體育精神。另外過2日咧就係父親節咯喎，咁喺度咧預先咧同各位父親講一聲父親節快樂。喺運動員咧未出場之前呢，我哋先請東區培元兒童芭蕾舞班嘅小朋友為各位運動員打打氣先。做運動學品格，展現有品精神，成就豐盛人生之小小運動會聯校表演，現在開始，請大家細心欣賞。
while we're young. And girl, you and we're about to make some memories tonight. I wanna live while we're young. We wanna live while we're young.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I know we only met, but let's pretend it's love. And never, never, never stop for anyone. Tonight, let's get some and live while we're young.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I know we only met, but let's pretend it's love. And never, never, never stop for anyone. Tonight, let's get some and live while we're young. Tonight, let's get some and live while we're young.開始做嘢，你上子彈？我部機冇咩嘢。好啊。我仲有20分鐘可以拍，加2分鐘。我影人啊！我又影個口，你用你部機啊？唔係㗎，仲未係係嘛？咁點解分咗兩？我而家3度幾多演喎？夜晚。呼吸也在期待，偷偷預約從中，他總笑這笑臉。我為佢記地在田中，不可以讓父子全情用腳無分別沒生命能照耀。如能嘗試面對奮鬥永未冷，當知你生根勝過每剎那，我並未會放棄閉着眼，用力向信心不散。如大自激發，成就這驚嘆，一次一次的進攻，細心聽 ，break it down，break it down，永沒歇息。偶一錯失也不緊要，我只兩手高聲叫囂，投球1秒全場呼叫 ，Can you do it？ 偶一錯手也不可笑，抱緊這天信心不少，你勸我全場大叫。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we can do it.
叫叫人心跳。Can you do it？ 有一錯手也不可笑，抱緊這天信心不少。I can see no sign。有一錯失也不緊要，我只兩手高聲叫囂，投球公園全場呼叫。Can you do it？ 有一錯手也不可笑，抱緊這天信心不少，你與我全場大叫。我信我誰人在意 ？I can do it。You can do it。You can do it。I can do it。You can do it。We can do it。I can do it。
奇觀啊！多少個山，漫漫長路與海，方可真正覓到心裏精彩。須經多少次愛，幾多的障礙才勝利會換來。不知幾番跌倒，旁人斜視喝彩，很不好過，但我從此不改，只因心中記緊，當天可敬父親，說信我會精彩。人是你，能飛天遁地，其實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強人是你，能頂天立地，如拜倒再爭起，永沒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個山，漫漫長路與海，方可真正覓到心裏精彩。須經多少次愛，幾多的障礙才勝利會換來。不知幾番跌倒，旁人斜視喝彩，很不好過，但我從此不改，只因心中記緊，當天可敬父親，說信我會精彩。人是你，能飛天遁地，其實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強人是你，能頂天立地，如拜倒再爭起，永沒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頭萬次，仍抬頭又似，再戰再創這新意義。無望似父那從前留下句子，強人是你，能飛天遁地，其實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說不能做到，是你，能頂天立地。
業生。為我一生打算，這一刻離別心酸，和你兩心分開不遠。俾大家再用掌聲俾新翠培園幼稚園 KTV 全體畢業生，我哋嘅掌聲都唔好停啊，為佢打氣，多謝大家。各位畢業嘅同學，你哋知道嗎？喺奧運會嘅領獎台上邊，只有少數人能夠企上去。不過喺我哋人生嘅領獎台上邊，只要我哋大家能夠累積每一分嘅努力，我哋一樣可以奪金，可以領獎。我哋嘅努力會將我哋嘅目標推得更遠，讓我哋嘅理想望得更高。聖經腓立比書3章13節裏面提醒我哋唔忘記背後。我哋大家都要朝住呢一個方向，常常提醒自己。各位同學，加油啊！知道嗎？知道。小小運動會，現在正式又再開始一次。海豚海馬一齊游游游，樂文
表學校恭喜今日畢業嘅同學，恭喜你哋人生得到第一張嘅畢業證書。呢一張嘅畢業證書係你哋成長嘅證明，亦係爸爸媽媽同老師嘅喜悅。喺呢度祝福你哋進入小學之後能夠愉快中學習。喺呢度我再次提醒每一位畢業嘅同學，一定要記得孝順父母、尊敬師長。請大家再次俾啲熱烈嘅掌聲，恭賀我哋132位嘅畢業生。今日喺呢個咁高興又值得紀念嘅日子，全體嘅畢業生都希望藉住歌聲向愛錫佢哋嘅每一位老師致敬。師恩浩蕩，齊頌讚歌，感激恩師培育了我。憑歌寄意贈良師，請大家欣賞。小朋友，你哋係咪有幾句説話想向各位老師講㗎？老師㗎，感激培育，原諒更多，多謝教過我哋嘅每一位老師。大家表演個精彩嘅遊藝節目，畢業典禮喺呢度都嚟到尾聲啦。最後喺呢度，我哋祝願全體畢業生及在座各位嘉賓身體健康，主恩常在。最後，我哋全體嘅畢業生同埋芭蕾舞嘅小朋友會為大家送上一曲《明天會更好》，祝福大家，請大家欣賞。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是否不解风情，吹动想念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后要出现它的印记，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水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
再見啦。咁我哋希望下一個畢業禮咧喺小學再見。咁而家我哋首先咧請校董會主席杜陳慧儀校監及杜小瑩校監同埋一眾嘅校董陪同主禮嘉賓先移步離場。咁其他家長咧請安坐座位上邊咧，留意咧司儀宣佈放學嘅情況。好啦，小朋友，我哋一齊同爸爸媽媽講，一陣間見。我哋一齊講一次，一陣